組，今日第一餐2號，俾個相出嚟 ，thank you。第二組，咩嘢？俾一個表情俾我，好唔好 ？O 唔 OK？ O 唔 OK 啊 ？OK 嘛？嗰啲餸啊？咦，你啲飯咪一夜冇人食。第三組，O 唔 OK？ 我錄影下，有咩意見照講下，鬧人都得啊！組咧，第四組，朱哥，俾個機會你發言。係啊，今日第一餐俾個機會你發表你個意見。啊，冇意見啊！喂，你啲飯咪一夜冇人食。係咯。你喺飛機嗰度食飯。因為唔知道有飛機餐啊。冇咗啦。OK 係嘛？O 唔 OK？ OK 係嘛？暫時好。係啦，而家係啦。阿朱哥唔 OK 同我冚聽咗？有冇下午茶？都冇時間下午茶。你請下午茶，我請你。喺邊度啊？佢喺邊度？我請你。酒店，南京個蜂巢酒店大堂。細件嘅行李係邊個㗎？你買一買。